为搁好，国正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，来讲农业时代，每一个月无同款的节气，台湾人无同款的生活的风俗。这就是乾隆均60年清朝时代所印出来《昆新风俗志》这本册内底记载。来，咱对正月来讲起。正月正，请囝婿入大厅。2月2，抬地公下土地。3月3，烫面油穿底衫。你注意甲听哦，这拢倒句哦。正月正就是正月初2，祖囝囝婿回来闹热。2月2，抬地公下土地。因为2月初2头个土地公生，咱知影讲过去农业时代不比即马有中央气象局，气候变化会当预测。即马真侪做田人有当着啊种了去互风台扫去的都有，莫讲是100-200年前，毋则会讲对天地敬拜的心意。所以吼，若神明生日拜，拢做了足请应。2月2或者抬地公下土地，过来。3月3，烫面油穿底衫。咱知影讲面油已经好烫起来啊。旧历3月正正春天到了，换穿底衫落啦。过来哦，过来换讲4月4，桃仔来李仔去；5月5，龙船过水来渡；6月6，大水车拍6搭。啊，这正传统已经是100-200年前的歌诗，毋则讲是农业时代一代传一代过去台语讲道句歌谣。4月4，桃仔来李仔去，春天就是出桃仔李仔。啊，为着要倒句，毋则讲一句4月4，桃仔来，搁有李仔去。各位大成老师一条足趣味的歌叫做《百高山之恋》。见面头一句歌词就是讲，伫咧4月4，桃仔来李仔去，我去熟悉你，你姓杨名桃。所有果子拢甲倒落去歌词内底。过来5月5，咱知影，1年3节重要5日节，白龙船有人讲肉粽节。龙船过水来渡，这我咱台湾传统的风俗。过来6月6，大水车拍6搭。大水车拍6搭，就是万冬稻啊要播了。万冬稻啊到，咱知影讲开始爱用6搭甲田土交互平。啊，毋过咱嘛知影国政头拄我咧讲，这是已经100-200年前的歌谣，已经农业时代才有的过程。这正月、2月、3月、4月拢是照旧咧讲的。到6月6，天气遮尔热咯，万冬稻啊爱播咯。毋过即马吼，你讲少年辈，莫讲20-30岁，国政即演的，敢捌看到水车，敢捌看到6搭，真罕见啦。毋则讲我嘛捌听，现代人有人改哦，讲6月6，仙草冰米苔目。对啦，天气遮热，食一个仙草水，食一个米苔目，啊，咱就是望讲吼，农业时代歌谣，即马个有人改编，咱代语才会当上传，一直传落去。讲到6月6，啊，过来咧，有过来7月7，冷冷乌下流鼻；8月8，9月9，风吹满天吼，拢有。解文说字，咱继续讲，互伊讲袂煞。